命运与努力，人生成长的两面镜。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，命运与努力的辩证关系如同两面镜，反映出人类对自我存在与未来方向的思索与抉择。这种探讨源远流长，既牵涉哲学与宗教的悬思，又影响日常生活的价值选择。当我们面对你相信命运，还是更相信努力这样的问题时，或许可以跳脱二元对立的思维，从命运与努力如何相互交织，共同塑造人生的视角出发，审视其内在的平衡与张力。命运的神秘力量。命运，一个自古以来充满神秘色彩的概念，在不同文化与时代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中国古代思想中，命运常被视为天命的延伸，与个体的出生、机遇乃至生死息息相关。周易中提到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这句话表面上鼓励努力，但也隐含住对天命的敬畏。西方文化中，命运则被视为一种宇宙秩序，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，克洛托掌控出生，拉克西斯分配生命的线，而阿特罗波斯则在中阶时剪断它。这些神话和思想反映了人类对命运不可抗拒性的深刻信仰。但为何命运如此令人着迷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提供了对人生无常的解释。命运的存在似乎告诉我们，生命中的种种事件都有其意义，即便当下的经历可能痛苦难耐，也只是通往更大安排的一部分。例如，一位在事业中连续受挫的人可能会自我安慰，这或许是命运在给我安排新的机会。命运在这里成为一种心理上的庇护所，帮助个体在困难中找到力量。同时，命运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框架或起点。有人认为，我们出生的国家、家庭以及我们的天赋、外貌等条件是无法选择的，这些都属于命运的领域。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？这便引出了对努力的讨论。努力的主观能动性。努力是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。它代表了一种主观能动性，表现为个体通过不懈奋斗追求改变现状的能力。尽管人们常说尽人事，听天命，但这句话的前半句已经足够表明，努力是对抗或改写命运的重要手段。历史上许多伟人的故事便是努力的最好注脚。例如，马拉松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士兵腓迪皮茨的壮举，他跑遍长途将胜利的消息传递给家乡，而现代马拉松赛事便是对这种努力与坚毅的赞颂。努力的力量不仅改变了个人的命运，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。科学家们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后依旧不懈追求，最终破解了宇宙的奥秘。艺术家们在孤寂中创作，终为世人带来心灵的震撼。普通人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实现了平凡中的伟大。然而，努力并非全能的。在一个竞争激烈、不确定性高的现代社会中，努力可能受限于外部环境。再勤奋的农民也可能因一场飓风失去收成。这些现实表明，努力的成功需要结合外部条件与运气的支撑。命运与努力的辩证关系。命运与努力的关系如同天平的两端，互相制衡，又彼此依存。一些哲学家认为，命运设下了生命的边界，而努力则决定了我们能在这个边界内走多远。换句话说，命运为人生提供了一张的图，而努力则是我们如何在这张的图上行走的过程。试想一个天生因乐天赋异禀的孩子，他的命运似乎早已写好，将来有望成为出色的因乐家。然而，如果缺乏努力与系统的训练，他的天赋可能仅仅停留在潜力阶段。反之，一个因乐天赋平平的人，若能凭藉不懈努力，也有可能通过勤学苦练达到专业水准，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天才。这表明，命运与努力并非对立，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动态关系。
在当代心理学中，这种关系可以用内控型与外控型的概念来解释。相信命运的人通常更倾向于外控型思维，认为生活受外部力量掌控；而相信努力的人则属于内控型思维，强调个体行动的重要性。然而，研究表明，那些在内控与外控之间找到平衡的人，往往更能适应复杂的现实环境，并在长期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。文化与个人经历的多样性。不同文化对命运与努力的理解各异，这种多样性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。在东方，儒家思想强调人应该在天命的框架内自我完善，而道家则倡导顺应自然，以达到与命运的和谐。在西方，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更多强调个人自由与努力的重要性，将成功归因于个体的奋斗，而非命运的安排。个人的经历同样会深刻影响对命运与努力的态度。一名曾经努力拼搏却屡屡失败的人，可能会更倾向于相信命运的不公平；而一位从贫困中崛起、凭藉努力改变命运的人，则可能成为努力主义的坚定支持者。这些经历不仅塑造了个体的价值观，也影响了他们对他人命运的理解与判断。命运与努力的动态平衡，未来的启示。当我们思考命运与努力的关系时，或许应该超越二元对立的简化框架，进一步探讨他们如何在动态的平衡中共同塑造人生。命运提供了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，而努力则是改变这些条件的内在驱动力。二者相互作用，构成了生命的完整画卷。如果说命运是一种接受的智慧，那么努力便是一种行动的力量。在接受命运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努力主动参与人生的创造过程，而在追求努力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应对命运的未知保持谦卑与敬畏。或许正是在这种平衡中，我们才能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。命运与努力的故事从未停止书写。而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主角，选择权在于我们如何在这片既定的天地间开拓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